怎么样？哎呀，赶紧起床了！用魔点改编那个神州奇侠怎么样啊？我可是专门帮你申请的内测资格，圆你的武侠梦。这个魔点只需要你设置好关键剧情节点，还有人物设定，剩下的就交给魔点系统内的 AI 帮你填坑就行了。欢迎使用魔点互动写作中文系统。唉，既然要改变设定，那 buff 还不够。男主出场必须得是顶流高手，轻功要第一，内力要第一，剑法也得是第一。剑扫权力帮，脚踢诸大天王，年仅20岁就当上武林盟主，率领他结交的好兄弟和武林众人与南下北荒地一决高下。吴将军也感念他的大义，将天下英雄令赠给他，从此小秋水一统江湖。一统江湖，千秋万载，一统江湖。站在人生的高处，小秋水觉得当主角真好。他转身看着这个天下，说出了6个字，不对，应该是8个字：神州无敌，寂寞如雪。用户肖明念，感谢您使用魔点系统改编小说《神州奇侠》，请问是否将此项目融入系统？理财给的这个魔点还挺有用的，不错不错。嗨，系统 bug。系统 bug。人物设定 OOC 解释。人物设定 OOC 解释。管我呢。
三少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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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醒醒啊！他怎么还不醒啊？今日怎么睡了这么久？对啊，都这么长时间了还没醒。三少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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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醒醒啊！三少爷，三少爷，快，三少爷，三少爷，快醒醒！三少爷醒了，三少爷醒了，三少爷醒了，三少爷，您没事吧？三少爷，曹华玉啊，三少爷，太好了，可算是醒了。是啊，终于醒了。三少爷，您头疼不疼？感觉如何啊？三少爷，您没事吧？这什么情况？我这是在哪儿？您先喝口水吧。你们谁呀？理财呢？哼，我知道了，你们是他请来的演员吧？演员？什么是演员啊？您啊，昨儿跟兄弟们挑了这条街上的黑赌坊，来这儿庆祝，后来喝多了。三少爷，您就休息在这儿了呀？三少爷？难道是我前天看到三少爷的剑，做了一个关于谢晓峰的梦？这梦怎么这么邪乎啊？三少爷，你怎么了？这道具都这么真吗？有什么问题吗？我的天，真邪乎！三少爷，怎么了？不对，不对劲。萧三少，你小心。你刚才说什么来着？萧三少？您可别逗奴家了，您不就是幻花剑派的三少爷萧秋水吗？那。幻花剑派萧秋水，幻花剑派萧秋水，对啊，难道不是在做梦？我穿术穿越了？溯浣花溪而上，有一个浣花剑派，家主萧西楼在锦中声望隆重，乃当地的名门世家。萧西楼有3子1女，幼子便是近年来江湖上梦也好。别看了，黑赌坊来要你命了，怎么办啊？不用着急，我有办法。打搅了，就让你们见识一下我写的绝顶轻功，快如飞鸟。
形似其夫。哎，感觉不对呀。说好的绝地轻功呢？小秋水，你给我站住！萧三少，他姐姐也来了。我姐。秋水，又闯祸了吧？哎，跟我回家，看爹这次怎么罚你。走。舍得回来了。哼哼，这是第几次了？嘿，把脸抬起来，看着我，老实交代，今天可以不打你。学会勾栏瓦舍了，啊？还知道自己姓甚名谁吗？啊？还没醒酒啊？棉花素柳，夜不归宿。这次爹要罚你，可别再指望有人帮你说情了。爹，这是我爹。原著里面萧息楼好像最不喜欢萧秋水，嫌他爱胡闹。好汉不知眼前亏。跪好！不孝子，不孝子！哎，秋水，秋水，爹，我错了。奇怪呀，平时嘴死硬死硬的。那你就说说吧。三弟，这些时日我与你二哥一直奔波在外，可没想到你竟然如此不求上进。就你长嘴的事了。从长计议吧。爹，三弟此事错的有些离谱，还是要好好罚审一罚。你还补刀？这二哥还补刀呢？背刺？你们俩不是我亲哥吗？有必要这么火上浇油吗？爹既然让我代父授意，我就有管教你的权利。爹，树不修不直，人不教不才啊。对。修，动家法吧。老哥。
子不教也有母之过，不如就让我这个为娘的教训这个胡闹的臭小子吧。明明，来，吃面了。妈。伊人，藤条拿来。娘，还想打。是。让开。妈，你怎么也在这复活了？他我爸怎么不是我爸了？笑什么笑？你个臭小子啊！到处捣蛋！今天我要好好的教训教训你，让你再胡闹！你真打呀，妈！裤衩没穿吗？打一下就跑啊！站住！妈！你个臭小子往哪儿跑啊你？你给我站住！我看你往哪儿跑啊！站住！站住！看我今天不打死你！真打呀！喝杯茶。娘，原来你说的是这个呀？当然啦，你3天2头的惹你爹生气，我专门给你做了这个皮裤衩，这可不是一般的皮啊，金刚蟒的皮做的，寻常刀剑那都穿不透的。娘，我以为我以后再也见不到你了。你个傻孩子，你干嘛？你咒你娘啊？娘，见到你真好。还热泪盈眶的。娘，你说我这个武功，现在算一个什么样的脉络？什么哦？哦，就是层次来着。这江湖上不是一直有什么排名吗？啊，我知道我自己肯定不是第一的，那3、4、5、6、7，总得排得上吧？你发烧了？没有。还江湖排第几呢？我跟你说吧，就咱们这个院子啊，你排第5，你爹、你娘、我，你大哥、二哥，然后就是你。啊？这我不是天赋异禀，跟我神奇吗？是，你底子确实不错。那你小时候不是因为性子欢脱吗？所以我跟你爹也没有强迫你啊。那萧家剑法不好好练，你就自创了个秋水剑法。不会是你这次出门跟谁交手吃亏了吧？没有。阿娘，我的轻功怎么样？轻功一直是你的短处。内力呢？内力平平。哎，你这个孩子怎么那么奇奇怪怪的？失忆了？今天这么多问题。这怎么和我想的不太一样啊？阿娘，那我和权力帮那个李晨舟差的有多少？秋水，其他的事情都可以玩闹，但这个事儿，你要牢牢记住你爹说的，千万不要招惹权力帮的人。权力帮在江湖上一手遮天，生杀随意，天下多少英雄好汉都莫名的死在他们的刀下。9天10地19人魔，那随便拿出来一个都是江湖上1等1的高手。还有你刚才说的帮主李晨舟，那更是深不可测呀。别一天到晚就想着一日成名，做些不切实际的美梦。没有武艺加身，我哪敢挑战权力帮呀？不是那个燕皇图，
那燕狂徒没有打通我的任督二脉吗？燕狂徒消失的时候，你才是黄口小儿。这些年他也没在江湖上出现过呀。若是真的出现了，那估计又是一场血雨腥风。哎，娘，我来。啊，娘，那我们家有什么特别厉害的武功秘籍？就是一练的那种就能突飞猛进。你这话可千万别当着你爹说啊！幻花剑法还没练明白呢，还想着练旁的。行，哎，娘，那我问你最后一个问题。你今天怎么这么多问题啊？就最后一个问题嘛。那雪雨姐是不是我的亲姐姐啊？雪鱼是咱们萧家的义女，还是个苦命的孩子。以后你要好好保护你的姐姐啊。嗯，好。行了，别胡思乱想了。我去趟你爹那儿，你记得千万不要惹他生气啊。好的，娘。嗯，把橘子吃了。好。萧秋水的人设是原小说的，可是又保留了我对雪姐的感动。莫非这就是魔点人机互动式写作？是不是升级了我的武力值，就会回到我写的情节了？不管了，先去鉴定装备再说。这么多剑，当时看得匆忙，小说我就草草的一翻，根本就没有记住多少。不过主角金手指我还是有点印象的。我记得小说里面人人都想要的武功秘籍《忘情天书》，就在这萧家剑种里面，我肯定好好找找。不过在哪儿呢？看不见，看不见，看不见。这么绝顶的武功秘籍，得藏在很神秘的地方吧？很多武侠小说里面，特别厉害的秘籍是会藏在这种石棺当中。不管了，得罪了，得罪了，得罪了。怎么都是剑啊？没有忘情天书吗？欢迎使用魔点互动写作中文系统。用户你好，
您在使用魔点时，擅自 OOC 原文人设，需重新开编新神州旗下。魔点是吧？来，你出来，别说装懂鬼啊！行，那这样吧，咱们好好的讨论一下。那我问你，我还不能自由发挥了？神州奇侠是一本上世纪80年代的经典武侠巨作，与时下流行的无敌刘爽龙并不一样。秉承着传统武侠男主只是一个普通人，需苦其心志、劳其筋骨、终成武学大师的设定。魔点将保留原作的精髓，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合理的改编。改你个大头鬼啊！这传统武侠也需要焕发新生啊！这主角不开挂，他能玩吗？再说了，这现实生活中已经够烦的了，难道还要在小说里面憋屈吗？哑巴啦，这问你话呢，不说是吧？行，那我退出，回去上班了。你走不了了，除非完成主线任务，否则不能退出。哈哈哈哈哈！你跟我玩这套是吧？请以萧秋水去指挥开场，以萧秋水当上武林盟主为终点，开始你的创作。等等，那我问你啊，在这个乱世当中，有权力帮，有朱大天王，有北荒人，你不让我开金手指，我能活到1年之后的武林大会吗？闹啥呢？如果你能成为幻花剑太掌门，就可以进入自己的大盘模式，魔点就不再插手创作。在这之前，注意以下创作雷区，剧透关键情节，经常会时刻提醒你创作进程。为而辩护呢？还记得你给自己写的报复费血险吗？它已经被改成一种蛰伏在你手上的毒毒，一旦踩中了去，费血险就会发作，1次警告，2次致死。真够卑鄙呀！谨记，这是一篇朴实的男主成长型虐文，以武行侠以义相聚，会好谱写一篇属于自己的江湖英雄路吧。你没事吧？我不接受。什么鬼呀？对不住了。在一个弱肉强食的武侠世界里，做个没有金手指不能开挂的剑客，这不就是一个高危职业吗？以我的武功，别说1年之后的武林大会了，我能活到萧家被围攻就是幸事。唉，看来如今之计，我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狗。凡事不出头，狗到大结局。剑挑金银钱庄。死灰的金银钱庄是权力帮的地盘，原想说李萧秋水就是因为这个，招来了全家灭门惨案。挑什么金银钱庄呀？我才不去送死！现在就到山上躲起来，只要远远的避开那些困难的情境，什么大木头小木头，都别想找到我。
我还在这儿，什么情况？这破系统也搞不定。这造型，这辫子，不会吧？重置了？少爷来了，少爷好，哎，少爷好。武侠世界是这个样子。老大，去，邓哲，李超凡，他们在那演出呢。老大，你说我们是那大什么舍友？还都是禽舍。禽舍有功高吗？秋水，你不会是酒还没醒啊？老大，只是去看个龙舟，至于这么激动吗？玩我呢？还有长得这么像的人啊！萧萧舍虽然武功不是第一名，但朋友多呀。想必这3个就是原著中男主的3个死党。这怎么跟我现实生活中的朋友长得一样？什么 bug 呀？口也不让口，跑也跑不掉。既然必须走原著剧情，看来只有躲在这些兄弟们背后才能保命了。要我说，这老大也真是，大晚上醉倒在门口，连自家房间都搞不清楚。你们2个以后就别再让他喝酒了。我们哪敢？我没有。哎，行了，别说。喝点水，是有点渴。左丘，你那个擒拿手练得怎么样了？老大，你和我说话，干嘛看着他呀？啊，唐荣啊，喝一个，哎，
老大，我听说你又被萧伯伯给收拾了，那我们去子辉是不是得改期了？这次过来呢，正要和你们商量此事。这次端午去子辉，我们不是去看赛龙舟的，在那里会遇到一个欺男霸女的组织，叫做金银钱庄。我就知道老大找我们肯定另有乾坤，又加打了。你就知道打架，我们四兄弟这些年专治这种为富不仁的帮派。老大，你说吧，这回怎么干？我们呢，不是去打架的，是去偷袭。偷袭？老大，你今天不太对。老大一向是有主心骨的，咱们听他先把话说完。你们知道金银钱庄背后的人是谁吗？谁啊？权力帮的神魔傅天意。是他又怎么样？老大，你总说我们要行侠仗义，最天不怕地不怕的就是你。我怎么感觉你今天跟变了个人似的？其实因为我知道了，因为权力帮从未染指锦中，老大是担心啊，万一我们被发现了，他们不就有攻打锦中武林的理由了吗？所以你才要让我们偷袭，对不对？我还是有点运气的。对，看来还是小柔最懂我呀。说的就是这么回事。不愧是老大，思考的格局真的大。有理，有理。老大，你放心，在认识你之前啊，我们只是三个终日只知习武的毛头小子，是你带着我们开始行侠仗义。你只要想做，你就做决定吧，我们听你的。好，那这样吧，明日我们便出发去子辉。好，好。不对，我想起来了，远处里，唐若就是去了那里找安算。啊，对了，唐若，我看这次行动呢，你就不要去参加了。为什么？是因为我前2天碰到一个算命先生，给你算了一卦，你这次去啊，凶多吉少，会有危险的啊！不是，你们笑什么呀？我说的是真的呀！老大，你认真的吗？老大，我们哪次行侠仗义没有危险？再说了，就算我唐柔害怕，我腰间的暴雨梨花针可不会怕。不是我说你们心能别这么大吗？我跟你们说认真的呀！啊，老大，你这人怎么婆婆妈妈的？莫不是被那算命的下了降头？算了，走一步看一步吧。早知道就好好读读原著。1顿包子，4碗牛肉面。在那。哎，好嘞，先拿，走，坐，老大。哎，这边。老大，来，您2位先喝茶。来，这包子看起来是不错啊。喝水。这天太热。看什么看啊？快点，让开！让开！给我让开啊！快点！
没事，我干什么？放开我！干什么？你放手！大爷饶命！大爷饶命啊！我再给你宽限一年，明日午时，若是不把钱交到金银钱庄，我就一把火烧了你这破船！住手！你们干什么？怎么的？要出头啊？这又怎么样？少侠，千万别动手啊！千万别动手！在这儿打起来，我的生意就全完了。是啊，听见没有，年轻人？这是要行侠仗义啊！一日就一日。走。走。两位老伯，没事吧？谢谢少侠，谢谢少侠。哎，唐荣啊，要不你跟我去问问，看看那边船老大到底怎么回事？嗯。船老大啊，怎么了？别提了，我们凑了家底，好不容易买了个船，就做个营生。以前呢，都是给水道朱大天王交份例，现在走江上支线，又被金银钱庄所搜刮。这战事刚还2年，何以得利？这营生也经营不下去呀！这金银钱庄，怎么又是他？这金银钱庄怎么那么霸道？这5北一线，谁也不敢得罪金银钱庄，他可让你啊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啊！是啊。来了，韩皮自己推进秦界来了。哎，不说了，走吧。哎，走吧。老大，看来你的线索没有出错。太欺负人了，老大，我们必须去一次金银钱庄。对。有这么着急吗？这不得谋划谋划。再说了，这面都没上。来，坐下吃。还谋划什么呀？快谋划什么呀？来不及了。走吧，这肚子还饿着呢。走吧，借。老大，您这边请。客官，先不要。这怎么回事？哎，就是这儿。来，兄弟们，来，拿好了啊！这进去之后啊，记得千万别暴露自己的身份，都给我带好了。哎呀，老大，我们是来行侠仗义的，不用带。对呀，走，夜行不带他，你给我拿好了啊！那个包子吃的有点不太舒服，我呢去一趟茅房啊，你们一定要多加小心啊！啊！哎，你别走，你又来这招是不是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又和上次一样想骂我们支开，然后独自面对强敌，对吧？老大，我和你说，这回绝对不行。对啊，我真没和你们开玩笑。总之和你们说呢，这里面非常的危险。一定要小心又小心，知道了吗？千万一定要小心。真拿他没办法，走吧。什么没办法？和你们说话呢？去哪儿了？这门口不是在那儿吗？老大，让。干嘛？让一让。干嘛呀？天哪！还真会飞啊！要不我也试试？哎呀，不是吧？我这轻功是一点都没有啊！这是今日河汉街的主子。这是今日街口18家店铺的消息。好。那个金铺的娘们说生意不好做，哭哭啼啼不肯给钱，人让我给拖回来了。掌柜的，你说怎么处理？毁了他的招子，丢到集市，给众人立个规矩。什么人？
竟敢到金银钱庄来撒野！你可知道此地的主人是谁？不就是权力帮铁腕神魔傅天意吗？你们既然知道，那还不赶快滚！哼，我们不仅不滚，我们还要处死破坏。口气都不小，给我把他们剁碎了，扔到江里喂鱼！傅天一在哪儿？知道。多谢少侠，多谢少侠！快走吧！小子，金银钱庄是你找人灭的？灭得好啊！你这金银钱庄丧尽天良，作恶多端，早就该灭了。少侠，多嘴！江边码头巨石上，风雨中垂钓的人，他就是铁外神魔傅天意。我都躲得远远的了，怎么还能遇到他？这剧情插的也太生硬了吧！你先走。好。别动！跪好，跪好！我老实点，跪好！
真是没想到，这金银钱庄居然和北荒人有勾结。只是这帮人嘴太硬，问不出幕后主使在哪。我们这打了一晚上，还是找不着铁腕神魔的下落。这3个少侠太厉害了！哎，你们看到没有？他们把金银钱庄都给毁了！这些人早就该抓起来，可有将士为他们。唐荣，有句话，我一定和你嘱咐一下。什么话？小心一个。怎么了？没事。切记啊，你一定要防着一个撑伞的人。啊？撑伞的人。不是，你还真迷信上了？这……再说了，这天儿也不像要下雨的样子。你能不能正经点？我没跟你开玩笑。切记我说的话重点，小心撑伞的人，知道了吗？神人都撑伞，这是要我提防谁啊？这种恶人就该好好收拾。这雨说停就停啊！雨停了，雨停了，谁还撑伞？让开！快来了！就这把他们全都抓起，全都带走。就是这群恶人。对呀，把他们都抓走。别动！就是。你们什么人？为民除害的人。你们吃官饷的现在倒是出现了。为请教几位义士大名。我们是。不必知道我们姓名，那群败类被我们关在后院，你把他们带走便是。金银钱庄一直鱼肉百姓，在下身为小小的捕快，始终未敢出手，实在是惭愧。但只怕你们抓的只是一些虾兵蟹将，真正的老大缺。你知道他们真正的老大在何处？你要搞清楚，你现在不说，等我们走了，只怕麻烦的还是你们。好，我带你们去。老大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原来我的潜意识对这身体之前那道目光有记忆。幻花剑。
防身用。裤衩？这不是我的码子。哎呀，抱歉。都没事吧？没事。铁腕神魔，人如其名。还真是刀枪不入。傅天翼的双手是攻不进去的。他人一喊，现在受命，道教攻他下盘，动！这一招漫天花雨剑，以剑身为暗器，更是以剑鞘为杀招，真是绝了！死了，老大，死了！老大，我们赢了，赢了！唐绕，幸好你还在。我当然在啊！我居然用了萧家的武功，杀了这个傅天翼。当然是用武功啊，不然还能用什么？我看啊，这权力帮也没什么了不起。咱们今日杀了这铁腕神魔，明日就能把8大天王、19人魔全都给杀了。没错，把他们都杀光。8大天王、19人魔。对了，原著中权力帮就是因为发现我们杀了傅天翼，所以围攻萧家。不好！岳岸超然，你们去弄点银子，堵住那个船夫的口啊！唐柔，你去买一艘小船，再弄一些火油来。为什么？什么为什么呀？快点去，别问那么多废话了。哦，去啊去啊，走吧。
真的死人了。我都做了些什么？我们这算不算是在毁尸灭迹？兄弟们，现在哪别想那么多，正好赶在天黑之前赶紧离开紫薇。走。撤！客官，您菜齐了。哦，好嘞。伙计，客官，请慢用。辛苦了啊！嗨，来，这跑的应该够远了吧？总算能吃口安心的饭了。筷子，吃吧，兄弟们，来。话说，我们这明明是为武林除害，为什么搞得跟做贼一样？是啊，老大。过来。哎，还能为什么呀？怕死啊！怕死啊！我们什么时候怕过死啊？是啊。我跟你认识那么多年，头一次听你说你自己怕死。你是不是哪儿病了？一起来。我问你们，杀一个魔头划算，还是杀10个划算？那当然杀10个了。对啊。有句名言说得好，低调做人别飘。说的是啊。你们看啊，今天我们4个打1个魔头，才侥幸得胜。万一与下的权力帮魔头一起追过来怎么办？那我们肯定是得玩完的呀。所以，我们得暗度陈仓，悄悄的壮大自己的实力，最后再慢慢的除暴安良。等我们有一定实力的话，再和权力帮叫板，到时候统统把他们给杀了。来，兄弟们，吃，弟弟我请。有道理。真的饿死了。我明白了，大哥是想着储备力量，以后与权力帮正面开战。真不愧是吾辈之楷模，佩服。也不完全是这个意思啊。啊？我知道了。老大，咱们之前说过那件事情，今天正是时候啊。是啊，老大，今天正是时候。对。这不老大的剧情就算了吧？怎么能算了呢，老大？3个月前你自己说的，等我们做完一件真正侠义之事后，就正式成立神州结义。唐柔，神州结义，
不是景家四兄弟吗？老大，你这记性怎么回事？你自己说的，不要仅限于锦中，要结纳天下之义士，故而为神州结义。今日，便是我们神州结义之诞辰。原版的小酒水真够叛逆的啊！神州结义，这名字起的口气可不轻。大哥，这把刀，大哥相互毒吗？有针吗？针？啊？啊？这个刀不会生锈了吧？怎么都这么猛啊？苍天在上，明月为鉴，神州结义，同生共死。他们俩真的忙。怎么了，老大？喝呀。喝。痛快，痛快！从今天起，我们神州结义，就同生共死了。同生共死。是啊，老大。你向唐柔剧透关键情节，影响故事走向。飞跃点警告惩罚开始，倒计时3、2、1。
废血检警告惩罚结束，下次发作将正式清空用户生命值。另外，从此刻起，剧情难度增加。难度增加？你还想怎么增加？你玩死我得了。我向唐柔剧透救下了他，废血检就发作，要再来一次，就真的没命了。但奇怪的是，权力帮见傅天意的死，围攻了萧家万岁。但我都已经处理了尸体，为什么还会梦到萧家被灭门？莫非事情还没完？无论怎样，还是要做足准备，不能让原主的悲剧再次发生。如果你能成为幻花剑派成员，就可以进入自己的大唐模式，魔点不再插手创造。那是不是我当上了幻花掌门，清除废血检后，便可以由我主导故事走向？那岂不是皆大欢喜？到底要怎么当上掌门？改变故事的走向。选于解释杨宇的设定是我创作的内容，说明魔点还保留了一些我的设定。那我之前设立的开挂模式呢？我要是记得没错的话，这条江的江底有一把无坚不摧的宝剑，这里的山洞呢，有一只会武功的白狼，这废墟当中有一把机关加特林，还有最重要的是，我写过一个附带 NPC 风狼，他武功高强，要对我百依百顺。只要这些外挂里有一个保留，想改变故事走向，也就容易多了。唐柔、玉涵、左丘，起来了，起来了！老大，你是不是起得有点太早了？这早什么呀？太阳都晒到屁股了，还睡懒觉啊？老大。下雨了，我们还要出去吗？我和你们说啊，这个叫太阳雨，下一会儿就不下了。快点，走了。不如就逍遥红尘里，跨越山海终有相遇。老大，看看这个吧。只是天涯未曾远离。无坚不摧的魔剑，这不就是个破水饺刀吗？还有那个加特什么机关，这不明摆着就是个公桶。最离谱的是什么？是这个会教武功的大灰狼。哎呀，快去，快去，快去！这个白狼为什么是黄色的？系统昨晚说要增加难度，意思是要收走我写的所有的外挂吗？那封了这么厉害的附带 NPC， 更不会留给我了。老大，你这一大清早把我们叫起来，还没告诉我们到底要干嘛？
其实我做这些吧，就是想当幻花的掌门。啊？掌门？老大，你不会是在逗我们吧？最重要的一点，就是武林中的声望。你大哥现在在锦中声望很高的。咱们这些年行侠仗义，也都是隐姓埋名。要在武林中比声望来说，你确实差你大哥挺多。哦，原来是要出名呀。那好办啊，那咱们炒作呗。啊？炒作？什么炒作？好，我的意思呢，就是搞一些噱头。简单比喻一下，比如，起一些让人耳目一新、厉害的绰号，四处宣扬，让江湖当中未见我人先闻我名。话不多说啊，兄弟们，你们现在就把这个江湖当中有头有脸、有声望的人都给大哥写下来，到时候我和他们比试一下。写下来？全都写下来？你确定吗？当然确定啊！上来，快点！别着凉了，来，小秋，来，小韩。什么鬼呀？这么多吗？唐老鸭？这很绝啊！他很有名的。这些年江湖就是这样，什么9天10地19人魔，名扬天下四海为鉴，这些人啊，更有甚者取名为什么心肝宝贝、老鸭数字为名的。所以啊，咱们想要先发夺人，怕是不好弄。咱们要想迅速播名，除非多杀些权力帮的神魔。哎，老大，可你不是说要咱们保存实力吗？这就真的很烦了。其实还有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天降神经入玄令，八荒英雄尽俯首。这又是什么鬼啊？这可不是鬼，这是武林至宝。你是说天下英雄令？没错，天下英雄令是由峨眉、武当、少林3大掌门用海外天降的陨石铸。嘟囔什么呢？这么长远的事儿急什么？咱们先找个好地方开心开心。走了，老大。拿着，唐柔。不找风朗了吗？先开心开心。哎，弟，咱们到底怎么决定？先走吧，哥。到了，就是这儿了。多少？
真好看呢。还得你心意吗？今晚你真好。这周我不是先排了吗？哎，怎么了，老大？甚好甚好。你跟我想的一样。老大，怎么样？这群芳苑又号称小情怀，来往的侠客才子数不清。这场景设置还原度确实高。老大，老大。老大，哎，你怎么看起来有点紧张？我觉得吧，哎呦，这不是左公子吗？好久不见了，给各位公子请安了。老板娘，给我找个安静的地方。好啊，来里边请。走吧，老大。快请，快请。红叶、青柳，哎，来啦！这都好生厉害，我竟然比不出来。就算我伤到无法动弹，想尽我的身，也要搭上命。哎，老板，麻烦给那个包厢上过好酒。好，您稍等啊。让开！让开！让开！哎呦，哪来的爷？怎么来这儿动粗了？有人杀了我们的人，躲在这里，别碍事儿。走。权力帮，难道杀傅天一的事被他们知道了？都给我搜仔细点儿。这儿，让开！走，啊！这边，让开！哎呦，不能闯呀，侍卫爷！让开！收拾！让开！让开！这边，走！闪开！就来这么快？开门！不好意思啊，兄弟。借你的地方抖一下。放在屋里，上！
疯了！他是我的弗莱 NPC 疯了！老大，你没事吧？老大，你怎么这么快，一个人全都打完了？你是在攒声望吗？哦，原来如此。哎，大家快来看啊！幻花剑派三公子萧秋水行侠仗义，大家广为宣传。哦，广为宣传啊！他就是萧秋水啊，太威风了吧！啊，原来是他。是啊。萧秋水，幻花剑派。闭嘴！小子，你可知你救的是谁？这一下就把他给杀了，我都没看清啊！你救的是什么人？他是我的朋友，疯了。伤疤和我写的位置一样，地点姓吴的符号，应当是没错了。你醒了？哎，别乱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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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受伤了。你是谁？
我问你，这块玉佩是不是你的？是。在下听雨剑风狼。果然是你呀！这个鬼系统，总算干了一件人事。兄弟啊，人事啊，兄弟啊，兄弟！少侠，少侠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太激动了，太激动了。我们先前见过吗？现在认识也不晚。来，我给你倒杯水。我问你啊，你师从何人？几岁练剑？最喜欢的事情是什么？来，喝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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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知道。不知道。你伤到脑子了？少侠是想从我这儿打听些什么消息吗？福袋遇到玩家被强制激活，有点死机，也有可能说得通。啊，福袋，我知道你武功高强，不过你放心，我会替你保守秘密的。你一直叫我福袋，那是什么意思？哎，这个怎么说呢？这一时半会没法和你解释啊。怎么着呢？你会帮我杀敌，给我宝贝，帮我出谋划策。最重要的是，帮我当上掌门。怎么样？你是不是一见到我就特别想要保护我？什么事情都愿意为我死心塌地的去做？没有，没有。我一见到你，就感觉你好像活不长的样子。奇怪。我选的风狼不仅四处帮我找无极仙丹，甚至将毕生的功力都给了我。怎么现在这个设定有点不同了呀？你是不是还没拿我当朋友啊？我该拿你当朋友吗？不是朋友。难道福袋还没有被激活？放心，你现在不把我当朋友，以后就知道我在说什么了。不过，眼下最重要的，先治好你的伤。水在哪儿？你自己倒啊！我先去给你找个郎中。风狼，萧秋生。风公子的外伤不重，只是他体内所中之毒，好像是天绝世矛。天绝世矛，无毒之毒，唯有同用无毒之毒方可解。权力帮境下如此狠手，鳕鱼姐的医术很高，要不老大，你带她回幻花医治。他的毒3日内便要发作，来不及了。3日之内？那怎么办？哎，老大，我知道一个去处，百酿山庄。听闻他们庄主以酿奇酒闻名，其中有一种叫醉黄泉的酒，可以让人顷刻醉死，算得上是无毒之毒。这个方法可行。百酿山庄离这儿也就半日路程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出发。哎，不，老大，那个风狼他到底是谁啊？你救了他，现在又要医治他。这济困扶危，总是我们该做的嘛。老大，你不太对劲儿。玉涵，现在没有办法和你解释这么多了。眼下江湖动乱，老大自然要找一些为我做事的人。好了，不说这么多了，出发。
这我身上的罗芒血，疯了便是你的朋友。你怎么笑得这么不自然？来 ，give me five。这是啊，一言为定。哈，上。小秋，哎，快点啊，兄弟们，辛苦了！马上到了，老大。有这么多人想要醉黄泉，这东西有这么神吗？若指引，确实如同毒药一般，可若将其融于清泉，便能化作琼浆，当真是天下1等1的美酒。左兄，庞柔，你去带风人子寻个客栈休息一下，啊？玉安超然，走，咱们去会会他。这可是过来人的呀，传家宝贝！借过一下，放给我吧，我要黄金，黄金！哎，诸位，听我说啊，诸位，这醉黄泉呢，只有一坛。我家老爷说了，只有稀奇之物才可以交换。这金银宅院可算不得稀奇之物啊！啊！哎，我有。这又是何人呢？你看他拿的什么呀？100年前射耶灭国，传说中的射耶血酒，早就在这世上失传了。不过前一段时间，有一个人找出了这一坛酒。射耶血酒，这可是奇酒啊！去问一问你家老爷，他要不要？要！姑娘，我家老爷最爱奇酒。大哥，姑娘里面请。慢着。这奇酒，我也有。不知公子带的是何奇酒？前无古人之酒啊。既然是前无古人之酒，公子又是如何得来的呢？自己酿的。自己酿的酒，那当然是没有人喝过，也配叫前无古人？随便酿的酒，怎么敢来这里献丑呢？管家，我的酒确实世所罕见，你只要瞧上它一眼，便知我说的话句句属实。哎，那请公子快拿出来，让我看一看呐。这酒吧，要再过半日才能酿成。管事的，这个人分明就是在骗人，你不用在他身上浪费时间了，你把醉黄泉给我吧。半日之后，若我的酒平平无奇，那么醉黄泉就交给他人所有。管家，若是我的酒世所罕见，你家老爷子可就要抱憾终身了。行吧，你慢慢考虑。兄弟们，我们走。哎，慢着，公子留步，那就半日。半日之后，我让我家老爷亲自品鉴二位的奇酒，届时再决定将这醉黄泉究竟交于你们谁。多谢。
哎，老大，你可是学会酿酒了啊？哎呦，不，承认，时间紧迫呢。咱们分工啊，我呢现在去买酒，你们呢找一些细竹筒、瓷瓶、薄荷叶。哦，对了，还买一些糖和盐。竹筒、薄荷叶、糖，不是，老大，这些东西可以酿酒吗？哎，去吧，别磨磨唧唧的了。哎，你好，那个酒在哪买？那边。啊，谢谢啊。半日已过，我看这个人就是一个江湖骗子，吹下牛皮不敢再来了。我们不必再等他了。既然如此，请。等等。老爷，客人到了。啊，让他们进来。是。二位，请进。见过庄主。见过庄主。二位有酒？庄主，我这有一壶射夜血酒。老爷，好，不愧是麝耶奇酒，甘霖醇厚，回味悠长，很有风情啊。公子，您的酒呢？哈，庄主，喝我这酒，从入眼到入口，再到上头，才算完整。庄主，老爷，老爷，
您这是？豆乳玉麒麟。歪门邪道。姑娘的酒能开胃。